来看看大席上做的水煮肉片，水煮肉片，下入大料啊，葱姜，叫它出出味儿。这是个川菜是吧？皮盐豆瓣酱，搅拌均，这些红油料汤，加水，还得接着熬啊，熬出肉味儿。还得这个火锅底料，2大袋，搅拌均啊，这个汤才够味儿，漂亮。里边的料渣都捞出来了，下入肉片啊，肉味儿。好的肉片啊，里边肉味儿。还得蒜泥、辣椒段，这鸡精，哎呦，还得味精，胡椒粉啊，还得出锅啊，费用，还有点上豆芽，打完豆芽，打完肉片。